经得胜了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无助，但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是得胜的。虽然我们有1年的时间，第8教会没有牧者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得胜的一群。我也相信永福教会，你们也是得胜的子民。